你的設備需要維修嗎？我們提供免費診斷。我們上門取件和送件，無需致電或出行。維修前先發送報價，你確認後才繼續。簡單、透明、專業。連結在簡介裏。今次我哋會學習點樣處理 ASUS GL703G 嘅屏幕問題。首先，確保你嘅電腦已經關閉，並且拔掉所有電源線。接住，我哋需要準備好工具，包括螺絲批、吸盤和一個清潔布。打開後蓋時，請小心避免損壞內部組件。接下來，使用螺絲批拆卸固定屏幕嘅螺絲，小心地用吸盤輕輕拉起屏幕，並確保不會對排線造成損害。如果你發現屏幕有裂痕或者顏色失真，建議更換屏幕。你的設備需要維修嗎？我們提供免費診斷。我們上門取件和送件，無需致電或出行。維修前先發送報價，你確認後才繼續。簡單、透明、專業。連結在簡介裏。